为少母语家庭，爸母伫厝内甲囡仔讲台语，啊，毋过想要替囡仔找专台语的活动是真好找。本地就真介意爬山，嘛是生态念名家的周俊廷，3年前又创立一个生态行大团，招大人囡仔做伙爬山。有人一加入就掉咧，因是哪爬山哪讲台语，用母语小解大自然。 恁知影这啥无，小朋友？这啥物？竹啊！恁敢有算过竹啊的叶啊？敢会晓？到人要试看觅。囡仔用竹叶啊分鼻啊，有人是分甲脆皮碰细细，又分无落里来。有囡仔是捡打起的竹啊壳，要来看小鬼啊壳安怎做。啊，你会当甲迄头前画你介意的画型。 特别爬来到山顶的时，大家是搁发现真深色的食物。你看觅？草草。胖胖。胖胖，有人叫这叫做七里香。伊就是七里香哦。百里香。千里香，拢是伊。 今年37岁的周俊廷，因为细汉就伫咧草地大汉，希望讲囡仔会当透过行踏感受四季无同的变化。3年前，伊就创这个行踏团，望生态甲母语会当自然结合。由爸爸妈妈是生甲第2梯啊，过来爬。阮这个囡仔今年4岁啊，因2岁半的时候阮就来啊。要做台语的活动无济啊，所以网络顶头一看到啊，就先参加再搁讲啊。 讲较白的，就是要做啥物代志，拢按囡仔开始上介紧，上介有效率。因为因就像一块海绵共款，就像咱细汉，咱伫咧外口学白耍，看到啥就拢会记。来到山顶，大人囡仔拢互大轮山的水去饮。阿婷也借东北季风，甲大家拗纸做风吹，囡仔是拢酸甲欢喜甲。 学着要安怎做风吹，啊，搁看到做侪无共款趣味的物件。 因为介意行踏也爱台语，所以组织做伙生态行踏团的带路堂周俊廷也望囡仔讲母语会当像爬山同款自然。家长也望囡仔大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拢会记得伫咧山内学到的知识，袂输高山遐尼坚定。记者阿敏珍、小桂林台北报道。